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烟楼哈，它就是典型我们常见的那种烟楼的形式，这个叫做大阪式烟楼。 它就是模仿大阪城的造型做的哈。那你看到上面那一个就是太子楼，太子楼是排烟用的，排烟然後調節溫度。這群人來到倆棟住43年的世界樓燃料挑戰，認真改行能改說。尤其是在烤煙的時候，要燒幾天？7天7夜，不能睡覺哈。你打網咖也是這樣啦，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呢，當時候你家必須有足夠的男丁，他才會給你煙業的許可證。 民國3年台，日本人的發動中國，為了加強中燃的戰氣，風力咪變做介兩市東浦界染入重建設置。到了5年台，可能係燃料最多嘅時節，台中里、北林里兩大波，做得講係全台灣燃料最雜嘅所在。早推台建築老商向研究發展基金會嘅天然調查資料顯示，風力燃入最旺嘅時節有82噸嘅燃料。 其他市場位價韓國黃體日本客價嘅兩下市場46度，兩棟住61戶貴族煙價，22戶變做倉庫，6戶係煙價老倉庫窮下使用，4戶標記放鐵。不過兩位還係全台灣燃料保存最完整嘅所在。東台灣有4個移民村，而係呢結案嘅移民村、豐田移民村、豐田移民村，同台東綠野嘅移民村。 呢啲日本人就講，我嘅日本人係來較多，我都唔做得控制啊東台灣嘅人口數嗬。結果佢唔敢講師傅做移民村啫，佢師傅嘅啲台灣人啊，已經當到啦嘛。佢講講日本戲啊，會被同化睇啦，所以佢用一下叫做鋪數咯。所以移民村成立，移民村成立嗬，就是一方面嗬，種甘蔗、種鹽草。這個是。 那個客家人叫做躺下，就是客廳的意思哈。嗰兩時日本人認為客人係很早，所以招來東島西部鄉親到嚟開墾，鄉親地嚟發展，生機業淡，咪天天嘅發展出兩下風林客家種條嘅規模。不過其實早啲清朝晚年，除咗客人塞落來咧。我們風林的開發哈，最早來的是頭份，屬於頭份那一邊的人，苗栗那邊的人。 那麼後來這個來了以後，這客家人慢慢多了。聽說這邊客家人很好啊，這邊這個要土地要多少開發哈都有，所以聞風而至，變是一個非常純的一個客家莊這樣。條果園你要風林貴下哈，就會種農樹啊，應該有田哈，有個會可以往返的田啊哈，都慢一個當過哈，誒。 像個鳳凰鳥，當作鳳凰鳥起飛一樣哦，所以你客家人講鳳凰之林啊，所以起名叫鳳林啊。鳳林行業如路上從橋里嘅移民廳，可能係鄉親嘅信用中心。客家風情燃料總頭，日本移民村都講緊鳳林嘅故事。好，所以我們這邊這個環境。 就是說，經過我們這2年來很用心的在經營。也不過為咗保存兩條文化資產，未希望本下當為天意了解風林，推太建築老商向研究發展基金會，開了一隻討論概述人培訓班，而培訓才體嘅盡量增加。我們覺得煙樓具有保存的過程裡面，人的培訓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就把它解說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程，然後把所有的我們當地的文史啊、煙樓的小故事啊，變成很重要的東西傳遞給我們社區裡面有興趣當解說員的人。今天呢，來到這棟煙樓很難得，我們請這棟煙樓的主人呢，翁媽媽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段煙樓的歷史。我們掌聲歡迎翁媽媽。開水了嗎？水會吸落去吞下去的啦。咱倆地圖哈，挑戰的時鐘你會見過一站一站，上個題目該動感該喊做得掉。辛苦啊！天呀，那是會加音啦。係啦係。係啊，他該是50，安尼分應該是調的2站。2站好，係啊，係啊，少女啊，啪少女。係啊，哦，要穿人當幹部樣，還怎麼還穿了？人要上去踩，這個放下去，人踩到這個上面。
哎呀，容易夯，容易掉，然后弄出来做几百，很快会干的呢。哎，就家下几百拿出来呢哈。系啊。两区后站都係逢點齊停業，也當住有沙琪媽媽、米松入閘、川湯入閘，也係賣電路、禮品嘅入閘掠到，但都係地鐵之前就重演黑嘅人。我睇過是冇樣做啦，因為倆老也是可能因為悶啊，那會好聊，那會好搞啊，哈，我哋大人啊，大家人因為想，那會做得起聊，那會做得起搞啊，我想想咁樣錯啊，我地倆都有東西哈，老記得啥講。以前小時候，媽媽教這個的時候，沒有想到說有一天我會做秘書，會派上用場。因為觀光就是做這個行業是我完全不熟的，然後一開始要投入就不知道應該從哪裡開始嘛。然後有那種觀光或者什麼民宿或者什麼跟這個行業有相關訓練的課程，我就去這樣子。一公一母，這個也是一公一母。身體大小哈。下列地圖沒入賬30孔水蓋後3年。你夾中間這個不能這樣夾，你一定要這樣子夾。這樣子。哦，花嗎？對。哦，這樣子夾，你就不要動嘛。再一次。折對半。哦，對半。然後折一半。哦，再一半。走一些娃娃啊、手工藝這樣之類的東西，然後平常就是導覽解說比較多。那平常就是解說一些，我們這是什麼染，然後染出來是什麼顏色，那是有重複染還是什麼的這樣。除了我們有做植物染的，也有結合那個數位中心的，就是一些電腦課程的。然後就是我們有把我們鳳林一些在地文化，在那一個網絡上有呈現出來，可以讓外地人可以去閱覽這樣子，也會有從事導覽這方面的一些活動，對，就是讓外地人就是能夠經過我們導覽，能夠更了解鳳林，然後一些鳳林的文化。培訓課程包含鳳林歷史人文、自然生態、老觀光專門領導，東多學生都係提日白，按了解自己家鄉。雖然是在這邊嘛，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像煙樓嘛，之前也是不太清楚是做什麼的，對，然後有什麼功用。那我是經過那些解說員課、社區導覽課程，一些老師對我們那個煙樓的介紹啊，煙葉的種植那些栽培，還有日本移民村，然後一些故事，對，讓我對鳳林就有更深刻了解這樣子。你遐解說哈，讓我重新了解了哈，我個故鄉鳳林哈，透過當到我冇清楚的事情，比如講你日本時代哈，你行音哈，樣板音為圖你苗栗哈散漫哈，樣過來鳳林入邊開墾哈，你愛都有算起來看本地的事情，佢條解說課哈，不愛了解當到了透過鳳林了客人哈移民史的了一個情形。不過我哋住區嘅面挑戰解說，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情，克服緊張係第一步。各位大家好，各位同學大家好，不好意思哦，因為本人哈有點害羞，有點羞澀哈，請大家先給我一點掌聲，讓我有點信心哈，謝謝各位哈。太緊張了，哦，很緊張這樣子。那其實我們現在研發出來的納豆，它不會那麼的臭，然後口感很好。那我們做出來的納豆，我們可以吃甜的、吃鹹的，甚至於我們把它打成酵素果汁，都非常的好。用自家最熟悉嘅食物來訓練技術口才，加練呢隻口操對本菜甜音，就嚟下度嘅連結。所以這個課程不只是課程而已，更重要是讓這些學員能夠異業結盟。那因為我們的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有民宿業者，有餐廳業者，然後也有當地的文史志工，那當然也有一些伴手禮的業者，都相當有特色。那因為他們平常彼此都忙於工作，沒有機會做交流跟了解。那我們透過這個課程變成一個平台，然後其實就產生了一個異業結盟的效果。那其實也讓他們變成彼此都是一個夥伴，那將來可以互相讓自己在產業上創造更多新的收入。係講特色你除了各行各業哈，當認真嚟做嘅同事啊哈，樣樣對我哋未來
银行啊，应该都有法度哈，安样hin哈，同心同力来服务哈，了我哋未来嘅银行。我去学嘅同学又没有走民宿，没有走探探，没有走生态啊，所以幾多晒有幾多晒經驗，嚇，anh做咧從幾多晒經驗啲學到很多嘅東西，所以透過anh樣做，係唔錯anh做改進咁樣。我觉得地方上的观光一定要全部的人一起合作，才会效果才会更好啦。真的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拼命的话，你做的你只要自己做的话，你要做好多的投资才有办法。鳳林當做發展公共嘅條件，不過實發展到比其他鄉鎮還要慢，問題都難。我覺得我們鳳林缺乏了一個單一窗口，然後能夠去推動一些社區裡面或鎮上的一個套裝行程，那這個是比較欠缺的。那其實也是這次課程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我們希望說，這次課程結束之後，我們可以有一個單一的窗口，那可以把這些很有特色的東西，依照每個遊客的需求，做客製化的套裝行程給他們。那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安排我們這次解說員開始來為這些遊客服務。林木林講，鳳林嘅獎會慢慢嘅去體會，去發現。竹林茶室嘅觀光冇停錯，適合鳳林。有時候必須要嘗試適合小鎮的接團方式，可能是小眾的，比如說20人左右，或家庭團式的，其實是比較適合鳳林的。對我們當地的衝擊呀、生態衝擊或文化衝擊都是最小的。那這個是一個我們未來在整體發展觀光要思考的，就是說不用迷信說我們要一台一台遊覽車一直進來，而是要有品質、有深度的，讓這些人會不斷的回流。每日為安樣，鳳林人開始參考國際經驗，運送嘅市場國際慢商認證。那慢城是一個國際認證的組織嘛？那目前亞洲推的最好是韓國，而且他們是觀光局在推。好，韓國有5個慢城認證的村落，那它的必備標準包括說必須有社區支持型農業，然後要有友善的交通道路，然後要有有機的農園，那這些都是我們鳳林本來就有的。然後還有包括比如說自行車道，還有替代性的連接道路，還有再生能源等等。那其實這些鳳林都有在做，嘿，那其實所以我們目前是很有條件能夠成為慢城。林木林講，雖然鳳林冇太多個嘅總理山水，冇住冷日老古用嘅地名圖，不過鳳林特別嘅小鎮風情，就係成為紛紛的講一個概念，成為嘅係講水槍通過，還能有機會下來國際觀光客。我也覺得說，因為這個推動的過程，讓鎮民重新去學習，原來我們鳳林是很好的。我們不要認為我們是鄉下而比不上都市，而是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那讓他們產生對自己的自信跟榮譽感。老人寮喺天熱嘅可以來當點情故事，推睇跳過嘅紛紛鬧人。雖然好講嘅冇咧，老人寮繼續講人嘅故事，實強人很談得到。每組挑戰都係慢山慢人嘅接搶。喺發動照顧嘅2張宣佈小紙，讓2群種子解說人第個簽下到嘅可能，行前嘅路而上咗鳳林咁童年嘅故事。